热江西前左边跟萨罗卓拉拉平罗左拉我西日萨吉拉别吉拉斯迪那边的门的理解杜杰拉松的大概这些该国罗国际罗马面中修这里俺说年这边个头呢但你们听了个吞错过的点的他个吞了还的俺说过当多啊拍了那的的给钱不去查的了点的个啦东巴出去一个安尼公路甚至手机头啦穷没被绕的穷呢安尼是就没送去卡图罗送罗古拉卡图这话的，第一南京的他罗古罗的，他按说他的第一个进程比差呢，电车机上了几个月的，电车机的啦，按说南京个米色卡图罗呢，接到也没有吧，南京按说他就当个说他日节呢，说你是怎样当，给龙你这样接的，第一的第二个他搞了个松下了做南下钱都送到呀了那的第一个娘嘞的嘞第二呢俺说白吃啥呢他俺说大连的子呢米色个了那的小班呢他第几的开始就第几安呢帮呀当第南线个几第没开始帮呀当第那是这开始帮呀第南京跟车钱的人呢他俺说去老八六年当安尼公娘嘞忙不起几个的安地头啦多是去南港啦几小有的第的他大连电车机的啦他引进民间说个娘连节个的差的上面个的公巴线呢他当时说公的研修啊那这个的人来了的的开始去的去帮过的阿松公司蒙天下了个的第那些个对面就开始第呢他就做开始了个多第马上话的你们点了他电动马托等于看样没的上面个地头了娘连节的给钱没得生都就当我说当的了呢老八六年些的些的些当都说他头发没把有的娘连节了拉连带了都是跟不着差个多点的个拉连五就脱了呢你们点呢说拉连脱了之外呢说个娘连节的给我当他平常都说研修过嘛的上去没就把当家钱没有的点的个了我说东北出出家南京个起码头啊，你们听得啦？但我那个个头头啦，我他不他是有几十，第一点我说我那些呢，我让说个恐怕7000当把南京我说个真讲呢，安尼这个路数去出下来，路数的路去了，但你不得定的车去呢。你们电器人啦，我的人抽下去查的，电俺说，当我那些呢，东北西人那是搞推出的，我那些呢，这啥了，娘嘛记的说，瞧你的是，俺说，看了看说，中国家已经就要有了小巴当，人工都说，第一呢，看到西周开始都说的这引进面积啥国还没了哇，第一俺说，你就说计划把的说的把德国当，这上面的俺说从南西去呢，德州去，俺先肉鸡了呢，这些学员，但就当个俺说。大连对一个娘连接过过的，俺做人不去新下当把的，多啊土当机了，多啊土当机了的，多啊啦，他别罗些对那呢，嘎日这送过过的，嘎日浪过过的，嘎日多过过都是。我的这个头呢，恐怕学过的，但俺说多啊土当机了呢，你妈听了土当机入机了呢，的学员。Thank you.
Jigeza Bajipala
用处的别设计了机器รู吧。